Hi，各位網友大家好，我係 K 俊。今日12月31號咁就喺南山區咧搞咗跨年派對。因為跨年咧有前面啦，有食燒烤，後邊咧就大家去一個音樂派對嗰度。咁到底玩啲咩、食啲咩呢？一陣再同大家講啦。咁一次跨年夜呢，其實就分開咗兩 part 嘅。第一 part 呢，我又租咗一個包廂咁樣，可以容納20人，講食一啲嘅燒烤。咁其實燒烤又唔算話好貴，但係咧即係都好多元化，雞啊、魚啊、牛啊，全部都有嘅。最緊要係呢個包廂呢，即係有啲隱私性，唔需要呢，即係喺出邊嗰啲呢係燒烤店咁樣，喺大家喺度嘈。如果要 book 呢個店呢，其實確實都係幾難嘅。因為尤其是跨年夜呢啲咁嘅地方，即係好多都係爆晒。幸好啦，今次都包咗包廂。大家呢就食下燒烤，或者呢即係玩下桌遊，即係等緊啲啦，即係 UNO 或者一啲嘅啦啦等等都 OK。但係呢，即係太難咧就唔玩啦，因為喺燒烤店嚟講呢，其實大家主要都係食下嘢、吹下水，或者呢做少少嘅自我介紹，講下自己邊度嚟嘅。今次其實嚟嘅有一半都係香港人嚟嘅。食完呢個燒烤啦，帶大家去一個嘅音樂派對。呢個音樂派對呢，就喺南沙啲嘅創意園區入邊嘅。臨時搭建咗一個好似即係夜店嘅地方啦，請個 DJ 翻嚟。其實我哋去到呢，其實都成差唔多去倒數啦。因為呢，可能之前呢，即係食嘢食得太開心，傾得太開心。一個嘅音樂派對呢，我哋呢即係可以簡單啲飲啲少嘅啤酒，或者呢即係有唔同嘅雞尾酒都有嘅。即係可能跨完年之後呢，就係大概1粒鐘呢個時間都係最 high。有啲人呢就可以圍圈圈跳下舞啊咁樣。我哋啲朋友呢，即係可能大家飲下酒，輕鬆吹下水咁樣。其實我覺得嗰種感覺都係唔錯嘅。最緊要點解要突然間加一個音樂派對落去呢？因為我覺得之前呢，即係如果你話喺烤肉店嗰度自己倒數呢，其實真係相對都幾無聊。而家音樂派對呢，成200幾人，其實嗰個氣氛真係相當之唔錯。所以呢，即係越多人嘅跨年派對呢，我覺得個感覺就越好玩。所以帶咗呢啲咁嘅香港朋友去，呢啲香港朋友當然啦，第一次去呢個咁嘅創意園區。我覺得深圳嚟講呢，即係都幾多元化嘅，即係呢啲咁嘅音樂派對。即係唔一定係去夜店，但係咧佢呢啲咁嘅創意園區入邊咧，佢有啲派對俾大家去玩下。即係如果想留意多啲深圳嘅交友資訊咧，亦都可以留意我哋嘅頻道或者 Facebook 啦。今次嘅分享咁多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